Hello，我係 Jeffrey 啊，我而家由金鐘去緊九龍塘站。今日呢，我會帶大家睇5個圍住又一城起嘅屋苑。咁我都好清楚揾新地方搬呢係幾咁麻煩同辛苦嘅，因為一揀錯地方呢，唔係話想再搬就有得搬嘅。如果你呢方面需要諮詢，可以直接打電話、WhatsApp 或者 email 我。每星期都有同你一樣嘅朋友仔呢揾緊我幫手㗎。我哋只要實地參觀得夠多單位呢，就可以發現到當中有咩要素係最適合你嘅。咁九龍塘嘅住宅就以又一城為中心啦，分為屋地區、又一村同埋筆架山嘅。咁我哋啱啱已經由九龍塘站咧穿過又一城嚟到呢啲屋地區嘅。咁只要你圍住又一城嚟住啦，除咗可以搭齊晒小巴、巴士、的士、地鐵，個商場仲要兼顧晒你行街睇戲食飯。總之你工作出入方便之餘呢，細路仔又一定近返學。講下講下呢，我哋就嚟到又一村嘅內街區。咁我中學嗰陣呢，喺度見過 Stephy 同方力申拍戲喎。咁其實唔少電影咧都喺度取景啊，因為有低密度啦，又似外國啊。不過呢度啲大廈咧，大部分都單棟形式㗎，同埋要行樓梯。咁今日我就唔介紹住。又一村嘅屋苑咧，其實得3個，又一居、貴麗新村同埋又一村花園。而家我哋咧已經行到又一居啦，咁佢95年由會德豐起嘅，有成32座。咁呢度最受歡迎嘅咧就係500到600幾尺嘅細3房。咁如果你係兩口子啊，或者細路仔仲細嘅話，就一定啱用。遺憾嘅嘢咧就係有一居唔俾養狗。咁又一村嘅車位咧，無論租定買賣都相比其他市區屋苑咧平同埋好充足，長期都有人放盤。咁所以如果玩車嘅朋友住緊又一村嘅話咧，咁啊結果只係一個嘅啫。咁就越買就越多車。咁灰紫色呢一棟呢，就叫貴麗新村，1991年分4座嘅，咁啊主打啲1000尺嘅單位咯，冇乜走廊，好實用。而家我哋見到一辣個呢，就叫又一村花園，咁佢1987年呢太古嘅作品嚟嘅，分23座，咁佢呢度座數多呢，但係伙數少啊。如果你要求私隱度呢，絕對滿足到你，主打800同1500尺。沿住呢條花圃街行呢，其實就翻返去又一城嗰邊。咁啊，又一村花園走過又一城呢，其實真係轉個彎道㗎。咁我一開始片頭呢，就帶大家喺九龍塘屋地過又一村啦。咁其實就唔使嘅。咁喺又一城嘅 Level G71呢，一出去轉左呢，其實就係又一村㗎啦。咁而家我哋由又一城呢，就行去城市大學方向啦。咁就去一個鼎鼎大名屋苑叫筆架山峰。咁你見到啦，又一城行過去咧都係幾步路嘅啫。咁筆架山峰2006年由信和建設咧，分5座同埋22間 house 啊，佢係當年嘅超級豪宅。如果你屋企多人嘅話咧，呢度1100尺起已經做緊4房，咁你唔夠用，仲有1500尺同埋 house，絕對適合3代同堂。呢度景觀主要望九龍塘景啊，咁你望翻出去，我估嗰度啲 house 加埋500-600億都唔止啊。咁我哋而家鏡頭望緊嘅方向就係筆架山1號啦，呢度2004年由長江起嘅，咁係又一城附近唯一一個41校網嘅大屋苑，規模仲大過頭先筆架山峰啊，有成16座啊，主打1100尺同埋1500尺啊。你唔好以為呢筆架山1號離個又一城好遠，其實都係有另外一條路行翻落去呢。而家呢度鏡頭帶緊去就係翻去火車站。如果你想睇下九龍塘嘅屋苑同你啱唔啱 key 嘅話咧，可以打電話、WhatsApp 或者 email 俾我。多謝你嘅收睇，拜拜。